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影讲，台湾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社会，菜鸟啊，若是有人引带，就会较紧熟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引读引引第二条。这个引本身就有带领的意思，咱讲是引带，甲咱看成关照引荐，咱讲是引进。另外起过，咱讲引火。抑个为着要互牵电的树栽慢慢看板到顶面，插竹啊来做引带，会当讲是做引，像讲咱讲刺鬼啊引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火引，代表是点火用的茶片、茶几、竹仔片或者是纸片。第二个词读做药引，本来当讲是庆药的引火，咱一般较常用到意思是讲为了要增加主要的效果，补助的药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照汉医的看法，盐、紫姜、葱、红枣拢会当来做药引，需要含汉药做火行。古早因为无假使，就需要用到火引来引火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引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